继续来看美国的军火商雷神公司卖武器予台湾，铺报介绍涉嫌诈欺。讲雷神公司已经认罪，而且甲美国的司法部达成协商，会将虚报的部分全部还予台湾，大约是新台币305亿。国防部嘛证实，讲这个钱项汇回来了后，会全部交回国库。另外，中国伟大军演，国军辛苦了。赖总统早起连赶3场，感谢官兵的辛劳。用吊镜亲身体验海巡的装备，总统赖清德透早就去视察空军作战的指挥部桃园海防机动中队以及淡水海巡舰艇分署，勉励国军甲海巡官兵伫中共伟大军演时阵的辛苦。一方面可以因应中国的军演。一方面也没有忘掉平时守护国土、维护社会稳定这样的决心，非常值得肯定。谢谢你们。感谢国军保家卫国，媒体屏幕社报讲，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多年来假报军火介绍，和美国政府认定是诈欺，咱国国防部嘛是受害者之一。初步估计加收金额就超过2亿5千万的美金，而这个月16日。美国的司法部甲雷神公司达成和解，将会支付9亿5千万美金的赔偿金。咱国国防部嘛强调讲，客户的钱会伫最近回回来，并且缴纳国库。如果说美国内部的稽查或审计单位都没有查核审报的话，我们不就是亏大了吗？国防部呢，其实应该要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强力的严正声明。确袂到上100亿个武器的采买案袂当无谨慎，因过国军的主力装备内底，包括爱国者飞弹、甲刺针飞弹等等防空系统，以及战斗机利用的响尾蛇、甲小鱼飞弹等等，以及伫洛杉矶地负责预警的雷达，拢是雷神公司的产品。因为军火市场有特殊性，专家讲，即摆对制造商嘛无什么影响。当然没有影响，因为我讲白点，现在的军火市场，尤其是防空飞弹，大部分就是雷神，不然就是弱马，这2家公司得标嘛。加在即摆有将钱甲套回来，国军的装备无论是自制还是甲外国买，拢总有特选钱，拢爱真计较。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